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真欢喜会当受派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教会过去对文字传道有真大的贡献，咱有真侪的奉献。文字传道的主日，咱就知影教会广播社有出版教会公报。也是更新周刊，咱逐礼拜周报拢有即个更新周刊，也有新眼光读经，会通帮助咱伫属灵顶面得到真大的造就。望咱伫即个文字传道主日的时，有缘会通继续来为着文字传道的事工来祷奉献。今早起的题目是专心军地主，专心军地主。伫还未讲道以前，我要甲咱大家分享最近我去国教会讲道所看到的两个问题，甲咱大家先分享一下。头一个是关系祝福甲祝福有无共？有一首诗歌咱拢真熟，耶和华祝福满满。其实这个歌名是错误的，我较快会解说。咱即首诗歌就是迄个田中的白灵丝，无欠亏是米，咱拢真熟。我逐先讲伊内面有一句讲，互地上发芽结实，其实咱台语无咧讲发芽啦，咱安怎讲？讲布芽啦，这是头一个。过来咱来看，人对人是用祝福，因为人的祝福无一定会实现。上帝对人是用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一定会实现。譬如我甲你讲，我祝福你身体健康，食饱字，但是你无一定会食饱字哦，那是我安尼祝福尔。但是若上帝甲你讲我要祝福你身体健康，食饱字，哇，安尼你不死啊，你一定食饱字的，因为上帝的祝福一定会实现。所以咱常常听着讲，愿上帝大大祝福你，安尼对无？毋对。耶和华祝福满满，对无？毋对。因为上帝是用祝福，上帝毋是用祝福啦。因为祝福都无一定会实现啦，但是祝福一定会实现。所以这是甲咱分享。这有圣经根据无？有啊。伫创世记12章第3节讲，上帝对亚伯兰讲：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互伊。圣经分甲真清楚，为你祝福的，就是讲人甲亚伯拉罕祝福，甲你祝福迄个人，我就要祝福互伊，上帝是用祝福，因为一定会实现，人是只会通祝福尔，因为咱无法度祝福，咱毋是上帝，所以这是我伫真济教会所看到的，这个情形，会甲咱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阮甲咱的这个问题，伫台语有阮甲咱的这个分别，但是伫华语这两个拢是我们啦，无分别，华语无分别，拢是我们。譬如我甲你讲，阮要去教会，安尼就是阮遮的人，阮要去教会，无包括你，无包括对方。若我甲你讲，咱要去教会，安尼就是你嘛爱甲我去就对啦，咱要去教会，咱。对方嘛包括在内，所以阮是无包括对方，你该讲的迄个对方，咱是有包括对方。因为我捌听到书会，迄拢是较少年的中级，台语抑阁毋是真认同，也是讲真了解伊书会祈祷讲，上帝啊，咱拢是罪人，安尼对无？安尼对无？毋对啊，上帝啊，咱拢是罪人，都包括上帝呢，包括上帝嘛是罪人啊，对不对？我来讲华语你讲上帝啊，我们都是罪人。听的人知影你咧讲无包括上帝，因为自然就去分别啦，对无？但是台语就一定爱甲分别，只会当讲上帝啊，阮拢是罪人，求你赦免，迄就无包括上帝，所以这是阮甲咱。迄个分别，咱一定爱分得清楚。因为我常常伫教会听到师会咧祈祷，拢会用这个咱拢甲上帝包括在内所以咱来记祈祷绝对袂当用咱，
咱的祈祷绝对无咱，那咱就一定毋对哈。祈祷只会当用阮，像拄则我咧讲的，上帝啊，阮拢是罪人。你若讲上帝啊，咱拢是罪人，绝对毋对哈。所以祈祷绝对袂去用到咱，只会用阮。有我听到有诶中一咧祈祷讲，咱着爱拍拼做工，咱着爱去传福音。当然，迄个内容是无毋对，毋过你安尼讲的是你的对象，你毋是对上帝咧祈祷咧，你是对会众咧勉励对无？你讲咱着爱拍拼做工，是咧对会众勉励，你无可能甲上帝讲咱着爱拍拼做工，上帝要甲你做啥物工对无？吼，所以这是咱爱想讲，咱咧祈祷是对象是上帝，毋是咧对会众祈祷，所以毋通讲咱着爱拍拼做工，咱着爱读经祈祷，这拢。听起来拢足奇怪啦吼，所以这是甲咱三个分享。好，今仔日的题目是专心跟地主，专心跟地主。咱要对圣经的一个人物，就是加勒来讲，这个专心跟地主这个主题。伫民数记13章有记载，以色列百姓伫摩西的带领出埃及，伫旷野流浪40年。来到伫迦南地的边界，迄个时阵，摩西就找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要去看迄个迦南地到底是生做啥款。这12个探子入去了后，因看去讲，哇，迦南地是足水的土地，哇，遐牛羊拢真肥，遮个迄个五谷啦，水果啦，哇，拢足济，所以因称做老年老密的地。老年老密的地，就是讲，你要食迄牛奶、羊奶拢足济，迄个水果哇，足甜足好食。所以你看因对迦南地炸转来遮个水果，哇，迄葡萄足大粒，拢爱用光的吼。但是呢，因并无介欢喜吼，其中有10个探子就甲以色列人报告讲：哇，咱惨啊！咱若要入去迦南地，咱会足惨的，因为因的城是足坚固的啦，咱根本就无法度攻入去。好，因的人佫足大汉、足勇猛的吼，武器佫真厉害，所以因就讲，咱入去我看咱就亲像一只草莓共款，去互打就打死安尼。所以因讲到足可怜安尼啦，遐个百姓听甲真惊吓，讲哇，安尼惨啊，安尼咱稳死的，足济百姓仲伫遐啼哭。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就是即个约书亚甲迦勒因两个人就对遐个百姓讲，恁毋免惊，因为是上帝引带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帮助咱一定会当拍赢这个对敌。这是无共款的声音啦，所以有两种的声音。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因有拄到这个艰难，拄到这个问题，到底要安怎选择？要进入迦南地，还是无爱进入迦南地？因来做一个选择我进前捌伫一间教会牧会，迄间教会牧师馆是伫迄个公寓的厝，牧师馆伫4楼，1楼是礼拜堂。有迄阵阮的大汉囡仔才小学6年小学6年要毕业因迄班有办一个即个毕业的餐会啦家长爱准备一项食物去。牧师呢甲我讲，伊要准备迄个炸鸡块伊就一鼎油放伫迄个假水遐，火甲转落甲我讲，你载我来去买迄个鸡块安尼我就骑机车载伊去买鸡块。买倒来时阮咧着公寓的4楼嘛
我看一楼那一大群人啦，一大群人伫一楼啊。我想奇怪是啥物代志？那一大群人伫一楼，结果阮到位的时候，遐个人紧张到要死，讲恁兜死啊，火烧厝啊啦，紧去哩！我去哩，有影是，迄火足大声啦，因为迄顶油烧起来啦，迄火足大个啦。但是迄火去烧着边仔拄啊有迄个水管，就是水道水的水管，迄个塑胶的水管，烧破去，破一空。你敢知影？因为阮4楼水压较低，所以阮有用迄个莫达加压，所以迄水足强。迄破一空安尼钻出来，迄水拄好钻对火遐啦，规个真紧的，迄火就灭掉啊！无火烧厝，感谢主！哇，这真正上帝恩典啊！因为迄若无迄水去钻吼，迄就真正火烧厝，迄就足严重的代志。结果嘛有人去报消防队，消防队来，我讲无啊啦，火熄去啊！你讲，较紧就熄去，因为开始的时是足大，大家惊到要死。遐个楼骹，因为因也袂当入去啊，阮无转来，因嘛袂当入去，互我锁咧嘛。所以真正是体验着讲上帝奇妙的恩典吼。虽然看起来真紧张、真危险，毋过上帝保守吼。我迄个囡仔转来吼，看到这个情形，就甲我讲：“爸，我告诉你哦，一切都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安尼，伊讲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我想想咧，嘛是有道理咧吼。虽然真紧张，毋过嘛是拢真平安啦吼。上帝的保守。所以上帝嘛，互阮一个真好的即个经验吼，体会着伊的恩典，嘛互阮一个真好的教训，就是讲以后即个用火爱作细致吼，人讲水火无情吼，爱作细致，这嘛是阮一个教训吼。有一个将军，伊有一工带兵出去相战，结果伊的即个大武知影。去互对着甲伊射转去，伊转来时真正懊恼，讲我安尼去相战，即个大武知影去射转去，我都无法度搁举我的即个武器啊！伊就真懊恼。伊的副官看伊真懊恼，就甲伊讲：将军啊，你免遐尼懊恼啦，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啊！但是即个将军真无欢喜。伊讲：我大武知影转去，你搁讲啥物美好的明仔日？我有啥物美好的明仔日？结果伊就人心情真歹，就骑马出去，走真远。结果走到一个迄个野蛮民族的所在，去互遐野蛮民族甲掠起来，甲绑起来，讲要甲伊献互因的性命。因带到性命的面前是看着讲，即个人大武知影转去啊，伊讲即个袂使献互性命。咱献互性命，就爱无下士的吼，无下士的人才会当献互性命。只好就甲伊偷放吼。即个将军转来到厝，伊才想着讲，有影呢。迄个副官咧甲伊讲的，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吼。伊即个大武知影若无转去伊今仔日就去互人献祭吼，伊今仔日就无命啦吼。兄弟姊妹。基督徒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的挑战，咱拢爱相信，伫主的带领，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咱来看加勒是怎样来专心跟对主。第一，照上帝的心意回报，照上帝的心意回报。约书亚14章第7节，上主的奴仆摩西对加迪斯巴尼亚找我偷看即个地，迄时我拄啊40岁。我尽我的心回复伊。当时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约书亚伫吉甲伫遐咧分土地分互遮个12个支派。迄个时阵，忽然间有一个老人走出来伊讲：我有权利大声得到土地，我有权利得到即个希伯伦即个土地。伊就家己讲伊讲因为当时。我甲遐个10个探子来探即个地，只有我甲即个约书亚伫遐安慰百姓，鼓励因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
就讲吼，讲咱所得到即个土地，就是即个约书亚甲迦勒因真大的即个功劳。所以摩西伫遐讲，即个土地对迦勒讲吼，讲即个土地要赏赐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吼。你讲伊搭迄个土地就是希伯伦即个土地吼，所以即个迦勒伊就出来讲，这是摩西当时有即款的应允吼，要将即个土地来赏赐互我。咱知影，当时迄10个探子，因是真惊吓，因为因看到的是事实啊。迦南人真大汉，真勇猛，因的城真坚固。若靠人的气力，真正是会惊啦吼。看到遐情形，就会软脚啦。毋过，即种的情形，就是爱倚靠上帝，只有上帝会通帮咱吼。亲像大卫甲歌利亚挑战，你看歌利亚足大汉、足勇猛，伊是一个真厉害的战士。大卫当时只是一个少年人，伊也无啥物武器，伊唯一的武器就是伊咧过洋吼，有一个笛啊，笛石头，若有迄个有即个野兽来时，伊就用迄石头甲射出去吼。来对付遐野兽，伊只有即个物件尔。所以伊来时，伊甲歌利亚讲你相战是靠你的刀，靠你的枪，毋过我相战是靠万军的上主，我的上帝。所以伊就用一粒石头放伫迄个地仔遐，甲射出去，准吼，拍着即个歌利亚的头壳心。歌利亚虽倒落吼。拍伫涂骹死伫遐，所以咱看对人来看这是无可能，毋过若有上帝的帮助，凡事拢是可能。现即个咱看一项代志，就是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相信上帝甲咱同在，咱就会得胜。第二，争取应允。约书亚14章第9节，当日摩西对迦勒咒诅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因为你专心跟对上主我的上帝。咱看见迦勒伫40岁时，摩西应允讲即个土地要来归互伊。伊到85岁时，伊才得到即个土地。为什么伊遮尔久的时间，伊拢一直咧坚持要得到即个土地？因为迦勒知影上帝所要赏赐的是上宝贵的，是超越一切的恩典吼。亲像一个人，伊看到即个公园的即个水池啊，讲哇，这水池啊真水哦，内面阁有鱼啊安尼。但是有一天伊来去日月潭旅游的时，看到日月潭，讲哇，日月潭阁较水，阁较大，迄水池啊袂比一啊安尼吼。总是伊若有机会。去看到世界上大的这尼加拉大瀑布，哇！伊一定感觉讲，这有影有够大，这有影有够水，安尼迄个日月潭袂比一安尼吼。所以，亲像安尼，迦勒伊知影上帝所要赏赐的，就亲像迄尼加拉大瀑布是上好的，是上水、老年老味的土地，是其他的土地所袂通比较的。迦勒相信啦吼，上帝已经赏赐予伊，所以伊要紧紧进入这个迦南地，来得到这个希伯伦的土地。现这个迦勒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好模样。咱是毋是有经历过主的恩典是遮尔宝贵，互咱甘心乐意来跟对主。报亲魂沉录，这是一片真古早以前的一个电影，毋过这是真好的电影吼，咱若有机会爱去看这个电影吼。有人看过这电影无？无吼。我本来有迄个影片啦，毋知可能借人看，毋知借到对倒去拢无去。这个《报金魂沉录》伊的原名吼叫做科巴迪斯吼，就是这个倒手边的科巴迪斯。
这是拉丁文，意思是讲你要去倒位？这是迄个内面的一个对话啦，就是伫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伊真怨妒遐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拢讲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因罗马人因拢会讲迄个皇帝是主，皇帝是主安尼结果基督徒拢讲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所以伊就足讨厌这个基督徒就想讲要甲害互死。这个尼禄皇帝有一天伊就想一个阴谋，伊就是叫人放火烧这个罗马城，然后就放一个谣言讲基督徒因敢若拜耶稣所以因足讨厌遐个偶像咱罗马城的偶像因足讨厌，因就放火烧城啦，要甲遐个偶像拢烧掉呢。这个谣言一个放出去伊就迄个派兵去掠基督徒讲恁竟然敢放火烧这个罗马城所有基督徒拢掠起来，拢爱处死安尼。迄个时阵，耶稣的门徒彼得伫罗马咧传福音，遐个信徒为着要保护伊，就偷偷送伊出去罗马城。彼得行出去罗马城的时，竟然看到耶稣对头前行来。伊感觉真奇怪，耶稣哪会行对遮来？伊就问耶稣讲：“主啊，你要去倒位？”就是即句库哈迪斯你要去倒位？耶稣甲伊讲：“我要去罗马城，甲我的百姓三甲受苦，甲我的百姓当顶十字架。”彼得听着。就随时跪落来讲：“主啊，你毋通去，我来去就好。”所以伊就搁倒转去罗马城。结果彼得就是伫罗马城受掠，甲遐个基督徒做伙伫遐钉十字架。伊甲遐个兵丁讲：“我袂堪你亲像我的主安尼钉十字架，所以恁着爱甲我颠倒头钉所以伊讲，伊着爱颠倒头钉，伊是头壳往下底，骹往顶悬安尼钉十字架死。这是伫即个电影内面所咧描写当时基督徒因怎样为着主、为着福音、为着信仰坚持到落尾所以咱看见彼得甲初代基督徒为什么甘愿为着主的缘故来受苦，甚至牺牲性命？因为因有体验着主的恩惠是遮尔宝贵，因知影将来伫天顶的福气。是即个世间所未必一个。现即个你有经历到主的恩典是遮尔宝贵，你有即款的信心要领受主的应允无？第三，有气力赶出对敌，有气力赶出对敌。约书亚14章11到12节，我要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上主迄日所讲的山地予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伫遐有阿拉伯族的人，伊的城扩大坚固。若上主甲我伫地，我就要赶因出，照上主所讲的。加勒伫伊85岁时。伊讲：“我要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一日。”加勒相信上帝甲伊同在，伊一定有气力来拍赢对敌，得到伊所要爱的土地，因为伊甲伊的子孙要永远徛起伫迄个土地。以赛亚40章29节到31节，亚善的伊互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为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上主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先。听候上帝人，上帝要亲近伊。加勒这45年，伊就是逐日在听候上帝，亲近上帝。伊尊叹上帝的话，伊追求属灵的福气，伊
有真大的即个能力来打败遐个对敌，来得到伊所要爱的土地，因为伊专心顺服主，最后伊就得到即个极大的福气。佫再有一个原话，原话吼，伊要对伊三个即个真优秀的即个员工内面，拣一个来做伊的即个管家。有一工伊就叫这三个员工来，甲因讲今早起吼，恁的工课就是恁三个人去迄个古井遐去遐担水，甲水担去迄个灶骹，遐有三个即个水缸，恁一人负责一个水缸，甲水担去迄个水缸遐吼，倒伫水缸遐，甲倒好甜啊。这三个人就去安尼吼，因就去迄个古井遐抢水担水，就到伫即个厨房，甲这水倒伫迄个水缸内底。结果因一个倒来讲，这水缸下底就破啊！这水倒来拢漏了了呢。伊讲到底咱的主人吼，原话是咧变啥物网安尼，较会叫咱倒水伫即个破的水缸内底，就较安怎倒嘛是流去。所以有两个，因就讲安尼咱就毋免做啦，做即个白了工的吼，敢会是原话毋知影这是破空的水缸，咱就毋免做啊。到时甲伊讲，迄就破空安就好。所以有两个即个员工，因就伫迄厨房遐休困吼。但是另外一个，伊就讲，咱袂使安尼，因为原话吼，甲咱讲，咱会早起的工课就是去担水，倒伫即个水缸内底。不管即个水缸是破还是无破吼，咱的工作就是去担水，倒伫水缸，这都伊甲咱交代的嘛吼，咱就要听伊的话，咱就要顺服，做咱应该做的。所以这第三个继续戆戆去担水，倒伫水缸当然水拢流了了。毋过伊就想讲原话就交代阮会早起的工课就是做这吼，所以就不管啦，伊就继续担水去倒伫迄水缸。后来原话就来吼，这原话来是看到只有一个，佮伫遐咧担水，倒伫水缸，伊就甲伊讲真好。伊讲你就是一个忠心可靠的即个员工，你就是我要拣的即个管家。今仔日你就是我的管家，安尼吼。所以即个人就真做即个原话的管家。为什么伊会当真做管家？咱嘛知影，因为伊就是顺服吼，不管这水缸会流袂流，我就尽我应该做的，我来做好。原话交代，我就做好。兄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爱专心跟地主，专心顺服主。因为上帝意念关过咱的意念，伫咱人生的路途中间，有真济代志咱无明白，所以咱袂使讲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拄着困难，拄着艰苦，咱就埋怨上帝，咱就毋肯顺服上帝，那安尼咱就会失去真济的恩典。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一生就是只有专心跟地主，专心顺服主。安尼，咱才会通得到迄个无限的福气。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主日的时带领阮来教会敬拜主、服侍主。阮来到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敬拜主，求主施恩赐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求主帮助阮脱离魔鬼的攻击，互阮凡事会当倚靠主。赢过世上一切的苦难，求主帮助阮学习加力的信心，专心跟地主。无论拄着偌大的挑战、偌大的凶恶的对敌，主你的气力帮助阮。主你是阮的盾牌，是阮的保护者，互阮倚靠主的大能大力，阮会通
得胜，搁再得胜，直到阮进入迦南地。我咱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门。